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一句俗语，你一句我一句，大家做伙讲一句，我是 Lisa。咱今仔日要介绍的一句俗语是这句：霜降风台走去藏。今年第3号的风台已经形成啊，差不多后礼拜3就会到台湾，请大家做好风台的准备。若无必要，请踮伫厝里，莫出门。阿母，嗨啊啦，嗨啊啦！是安怎呢啦？头拄仔新闻讲后礼拜有风台要来呢。吼，即马着风台贵，有风台来真正常啊。毋过我后礼拜要甲朋友出去佚佗，风台来，阮要安怎去啦？着莫去啊！踮伫厝里读册上好，舒适佮安全。吼，风台真讨厌。逐摆拢伫我要出去佚佗的时阵来，害我拢袂当出去。风台贵到底啥物时阵会过去啊？人讲霜降风台走去藏，意思就是讲爱霜降了后开始变寒的时阵，风台贵才会过去。即马才要8月尔，你豆豆等哈。霜降是24节气内底其中一个节气。嘛是秋季的最后一个节气，是伫咧新历10月22迄卡头。霜降的意思就是咧讲天气豆豆变寒，早暗伫空气中的水汽拄着冷，就会结做白白的霜。毋过因为咱台湾是海岛型气候，所以平地较罕得会出现结霜的现象。另外，霜降的时阵，第2期的稻仔会开始转黄，这个时阵嘛就是农民开始收成的时期。台人麻豆的朋友嘛是伫霜降的时阵来收成，爱食柚仔的人会当趁这个节气去买来食哦。霜降风台走去藏，这句俗语的意思就是咧讲，咱节气到霜降以后就袂有风台啊。简单来讲，就是风台季结束啊。好，安尼大家应该拢有了解霜降风台走去藏是啥物意思啊？吼，咱最后用一句话来甲这句俗语讲出来。霜降的节气以后就无风台咯，这就是霜降风台走去藏。今仔日这句霜降风台走去藏介绍互大家知，希望大家伫霜降开始变寒的时阵，拢会当穿好少，唔通去寒着哦。我是 Lisa， 今仔影片就到这，若是喜欢影片的话，你们起赞加分享出去，也别点完关注朋友，我直接点完了，后续都按你看的顺序啊通知哦。另外 Lisa 嘛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帮我一起加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后一个节目。再会。